丁尼圣者加尼迦，居于占卜赤铜州，1100罗汉绕，数次春景至二环。那么这位尊者呢，就叫做是地丹啊，就藏文里面就是叫这个地丹，就是汉文里面讲加尼迦啊，就是他呢就是在这个南瞻部族的这个赤通州啊，就是赤通州有些时候是这个是好像这个现在的斯里兰卡还是什么，就是在那里，然后具有这个1100个这个阿罗汉啊，就是有些就说的是对这个深切州啊，就是深切州，有些说是1000个这个阿罗汉。那么书上呢，就是吃的是这个，金啊，就是双数吃的是这个金环，就是金耳环。那么有些韩文里面讲的是这个金子的铃子，就是其实金铃跟那个金耳环呢看起来都是一样的，它也可以当那个耳环，也可以当那个铃子。就是你们不信，到时候就是看看这2位罗汉，就是可能现在世间人的这个有些。这个耳环呢不一定当铃子，但是好像那个罗汉树林吃着的这个精灵呢，也可以当耳环。就是如果需要就是装饰的时候呢，就是戴在这个耳朵上；如果需要就是用这个发出这个铃声的时候呢，可能精灵就是应该是可以的，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这个祈祷呢，就是祈祷他也就是说呢就是他居住在这个占卜住，那么具有这么多的这个阿罗汉，就是获得这个无路过位的。那么也是通过这个祈祷阿罗汉呢就是实践的所有的这个上师们长久住世，佛法呢就是加持这个佛法呢就是兴盛，就是弘扬。那么这位尊者的话呢，就是好像以前在这个其他当中也有一些，但是白蚁经里面呢，就是有他的这个故事啊，就是他刚刚就是转生的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天上呢，就是降下这个话语，就是而且这个话语里面呢，就是主要是这个好像杜库话是吧？就是我们以前就是杜库话。是吧？有这么一个就是公案，就是然后呢就是因为他们家刚开始的时候呢没有这个孩子，没有孩子呢就是特别就是伤心，就是这个富裕的人就没有孩子，就现在其实实践人呢就有特别就是对这些重视，就是不仅是现在，就是古代也是这样的，家里的所有的这个希望呢都是寄托在这个孩子上面，就是孩子出家了以后心里也特别痛苦，就是但现在是这样的，古代不是这样的就是。那么当时呢，就是他这个后来就是通过什么祈祷这个天尊然后就供养最后的话呢，就是这个长者的这个妻子呢，就是怀孕，然后怀孕以后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欢喜就非常的欢喜。后来就是什么阿拉女尊者就是天眼第一的阿拉女尊者，她就是就是去这个在城市里面去化缘，然后刚刚呢就是到了就是这个施主家里，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施主就是问就是说你这么大的这个尊者，这么连一个侍者都不带，就是你难道这个侍者都没有吗？然后呢就是他说是我没有这个侍者，就是看这个怎么办，以后这个我想很找一个像这个小徒弟，然后这个施主呢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个妻子这个怀里都是有一个小孩子，如果他是个男孩的话呢就是到时候可以给你就是当这个侍者，就是当侍者。女孩的话那就没有办法，那就是很多人也是这样讲的嘛。我是这个男孩的，我是男孩的话，那就是很想就是跟某某上是当侍者，就是但是可惜我是个女孩子，就是很多人也经常这样说。所以说当时呢，就是这个施主也说是，如果是他是个这个男孩的话呢，就是到时候可以给尊者当这个施主，然后尊者呢就是已经这个答应了。答应完了以后呢，就后来他真是这个降生的时候呢，就是也降下了，就是很多的这个独库花就是还要就是出现就是许多的这个瑞相然后逐渐呢，就是这个孩子就长大了，长大的时候他也是开始学习各种这个世间的一些知识文化，就是无所不通的，就是。那么后来就是阿那律尊者呢，就是又来了以后的话呢，他又没有带这个侍者，就是这个时候呢就好像那个这个尊者呢就开始刚刚就很小吧，就是那个时候呢他就要就是当那个孩子就是做侍者，然后他也见到了尊者之后就是非常的欢喜，就是跟着他就去了就去的时候呢，就是当时好像北已经什么时候讲的？
嗯，当时那个，当时他跟着这个阿量律尊者就是去了以后呢，就是他就修行这个佛法，就是后来就获得了阿罗汉果位。获得阿罗汉果位以后呢，就是他马上就是去这个度化众生。他度化众生的是个先去这度自己的这个父母啊，就是给他们讲经说法然后呢就是他们的这个父母呢，就是获得了余牛果位。就获得了这个余牛果位，就是第一果，就是在小乘里面的第一果。后来就是眷属呢，就是问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为什么是这个人呢？就是一方面是他出现的时候是有入世的这个福报，还有呢，他度化第一个度化呢，就是度这个自己的这个父母就是这是什么原因？然后佛陀呢，就是告诉这个前世的这个因缘呢，就是人寿20000岁的时候呢，就是在当时迦师傅这个出世。那么迦师傅出世的时候呢，就是当时也是有一个施主吧，就是有一个施主，就是然后他的孩子呢，就是当时也是怎么这个出家就是发愿，然后他就是发愿的话，那就是第一个是就是要就将来就是如果有所成就的话，那就是要度自己的这种父母，就是以这样的这种发愿和当时供养这个佛陀的一种这个味德。当然这些是就比较这个细致吧，就是我们也不用这个讲究。其实通过这些公案呢，就是大家也应该知道，就是我们以前学过很多的经典，应该怎么说就是我们现在发愿非常重要的就我们这一辈子当中，如果真正能这个成就一些什么什么的这个果位的话呢，当然是非常好的。但即使我们这一辈子当中呢，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就是深妙的这种成就的话呢，那么我们现在就是发愿，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对自己的这个父母呢，就是实在是没办法就是度化他们就没有办法就是度化他们的话呢，那么我这一辈子就实在是没有办法度化呢，我就发愿就是下一辈子就是先我有成就的时候开始这个度化他们。那么或者是说我们这个现在呢，就是弘扬佛法的这种能力就是没有成熟的话呢，我将来就是生生世世当中一定我要这个弘扬这个佛法，就这个是每一个人呢就可以这个发这种愿。所以我那天也不是讲吧，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藏地就是这一点呢，就是的确也是非常好，就是好多人都是现在已经成了一种自然的。就是昨天的时候我这里来了几个藏族的这个就是老乡你们都知道，就是他们有些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的是一个文字的就是不认识，就是一直坐在那儿，就是合掌坐在那儿，就是我一直就是从开始到后面的看的。但是他们每一个在那个发愿的时候呢，就是我就为了就是这个利益无边无际的众生，就是这个实现成佛，就是什么什么，就是然后他的这个发愿的话，那就是已经成了，就是也可以说是这个修行的最主要的一种精髓就我们现在很多人的时时刻刻是不是这样想呢？有时候说实在，就是我们学习五部大论学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法，但是我们步入这个实践当中的不认识字的一个文盲的这个老人就是他们的这种发心的话呢，因为他们也没有什么实践八法的这种想法，也没有什么就是其他的一些在别人面前我就开始撞一撞就是我本来根本不想这个众生，但是呢，我还是在口头上是说是为一切众生发无上所现的菩提心，就他不可能就是他就故意撞这样，就没有任何的必要。所以说我们现在有时候呢学知识就是有这个很高的水平呢也很重要的，但是呢我们如果分别念也特别重，就是像诸佛菩萨的这些事迹的一些故事前世后世的这些道理呢，我们也产生这个怀疑。那么该发的这个愿一些到了一些殊胜的对境然后在一些这个更深重一切这个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发自内心的就是我怎么样这个生生世世就是无有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帮助天下无边的众生我自己获得了就是三藐三菩提的果位等等，就是这些方面呢，好多人的是现在是没有的，就是大多数人都是就是自我的一种这个平安就是自身的一种这个熄灭烦恼就是非常。所以有时候我
我自己经常这个惭愧，可能你们大多数是绝对不会这样的，就是很多人修行也是修行很多年了，然后呢，就是自己觉得是应该在各方面是不错的，但是最关键的，我们这个发愿的时候呢，就并没有就是发很好的这个愿。如果我们没有发愿的话呢，这个愿力就是非常重要。你往生极乐世界也是需要这个发愿的，修这个无上弥法大圆满的话呢，也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需要这种发愿。所以呢，我们一方面就是这个修行这种发愿，另一方面呢，对这个修行呀下一定的这个功夫啊。现在我们大多数的这个修行人，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出家人，就是有时候是对这个佛法方面就是下的功夫不是很多的，一定要下功夫。如果你没有下功夫，我们相续当中的根深蒂固的这些烦恼呢，就一天两天就是这个修一点法，或者是听一两堂课，能不能很难的。啊，就很难的。然后有些人呢，就是穿个这个出家的衣服啊，我烦恼非常重，我想出家，就是那除了这以后，你如果没有好好的闻思修行的话呢，也不一定呢，啊，就是也不一定，就是所以刚才这个我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独库化，就是独库化的话呢，它也是在这个以前呢，就是也是就是在佛陀面前，就是他认为是光是一个什么。就是积累闻思修行不够，还是要这个积累资粮。所以呢，就是由这个就是独库化为主的，就是这些画曼就是进行这个供养。那么以这样的这个供养的感召力呢，就是他生生世世的是自己具有这个财富的。我们现在汉地的很多也好，藏地的有些人的话呢，就是有些这个福报就是突然出现。突然出现的时候呢，很多人的自己也是不知不觉的。你们可以看到吧，现在中国那个就是很多的一些这个富贵的人的话呢，在10年前的时候是他在这个街头流浪的，就是这样的人啊。就我都遇到过很多人，就是在10年前的时候他在什么街头就是怎么样，就是实在是连住的地方都是没有的，就是就非常非常的这个痛苦的，就是。然后那现在的话呢，就是他的这个财富啊，就是多得不得了，就是好像有多少人相处的话呢，突然就来了，就是一方面都是现在可能一改革开放啊，所谓的一些房地产啊这样的，但是如果你自己福报用尽的话呢，很有可能所有的这些财富的话呢，本来也是所谓的经济泡沫啊，就是一下子就就破灭了，就是没有了，就是所以这个众生的福报呢，我们跟这个自己的前世确实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关系啊，就是包括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自己的名声也好，财富也好，很多方面是说实在，就是我是这个深信不疑的。我们有些人呢，可能自己分别念特别重，就是我昨天跟这样的比喻一样的，就好多方面的这些道理呢，产生各种各样的怀疑，就是经常就是没办法进去的。然后不好的方面的话呢，他就直接接受，轻而易举的接受，这就是非常可怜的，就是没有福报人的一种现象。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自相续呢，就是一定要有一种这个圣者们的价值，就是把这个正能量，就是现在的话呢讲呢，就是正能量呢，就是不断的这个提升。那么负能量的话呢，就是尽量的把它这个削弱。这样以后呢，我们自己修行也好，弘扬佛法呢，都有就是很大的这个空间。就是否则的话呢，有时候末法时代的这个众生啊，你在这个家里面就是做世间八法呢，人也很可怜的。有些没有很好的这个闻思修行的这个，包括有些出家人的话呢，也很可怜的，就是做的有些非法，就是不如法，就是不如法的特别多的话呢，你有这个接触这个一些其他这个心中的一些供养的话呢，有时候好像出家人不如这个在家人好，在家人他依靠自己的一种这个势力也好，依靠自己的工作来就是开始，而这个所谓出家人的话呢，你对这个戒律也好，对这个整个三学呢，就是也不重视，然后自相续当中呢也没有这个功德的话呢，就是也是很不合理的。就所以呢，不管你是出家人、在家人，大家一方面就是从自信上一定要有一种这个提升，就是不要就是觉得是我现在就无所谓的，就是我自己认为是自己很了不起啊，就是以这种心态来，可能做任何事情都是不一定会成功的。不管怎么样呢，我们这个经常呢就是祈祷，就是这些尊者那么就是这个加持呢就是上师们就是长久住世，佛法呢就是在整个世界上就是让真正的就是得到这个弘扬的话呢，那么就是终身就是一定会是获得这个快乐。